接巴下来看俺那个秋山县专题，停驶的12年的秋山县6月初5几年爱复驶的哟。基本早晨交通部长毛次国也特派去苗栗上议视察秋山县更加准备的状况，还提醒现场站邀请游客去下坐小汽火车，体验一个快秋的火车路之旅。拄好来新现场站附近搞好的土牛国小师生，看到过部机被小汽火车头路过好奇，推铁也特别开放，本学生的去坐看那声，经过明早傍坑也算铁桥，都被民众欢喜到窝窝咸咸。坐火车感觉怎么样？很棒。过山洞呢？那黑黑的怕不怕？怕。哈哈。觉得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但是这应该就是复古的味道吧，很不错。交通部长毛次国也为到秋山县的复驶，来到上议设计体验秋山县火车路的快秋之旅。火车引入到新现场站，陆续到游客的热烈欢迎。部长也讲，贵有故作味。这个好久没有闻到这个在隧道里面哈有煤烟进来这个味道啊，我想这个味道就值回票价啊。虽然天时没过好，因路轮羽毛的，不过台铁认为也都好测试老火车在落雨天的时节行驶的情形。初5嘅铁道文化季开幕纪念，台铁也会安排早晨头下晝頭各一邊嘅小汽火車，而本鐵道迷親身體驗坐老火車睇秋山縣有料嘅自信文化之旅。客家新聞楊怡諾苗栗報道。